先生女士，大家好，我係 Jack Mo，好多謝大家今日抽空出席，喺接下來嘅時間，會同大家深入分析一下喺2026年月最後一個禮拜黃金市場嘅驚心動魄嘅走勢，我哋會一齊回顧翻成個市場嘅表現，評估短期同長期嘅趨勢，最後會俾一個價格預測，希望呢份報告可以幫到大家喺投資決策上有多一個參考。先，我哋睇翻上個禮拜黃金市場可以話係經歷咗一次歷史性嘅波動，就好似坐過山車一樣。金價喺星期四一度衝上接近600蚊嘅歷史新高，但係好快喺星期五就遇到史詩級嘅拋售，單日到跌近10%，收市價跌到865蚊，呢種劇烈嘅波動，完美咁反映咗一次由投機狂熱到恐慌性拋售嘅完整週期。短期趨勢我哋睇淡，但長遠嚟講我哋依然睇好。我哋再詳細啲睇下每日嘅價格走勢，由星期一到星期四，金價可以話係勢如破竹，連續4日上升，即升幅達到7.59%，成功突破咗5000同5000蚊呢兩個重要心理關口，係好景不常。星期五嘅暴跌唔單止抹去咗成個禮拜嘅升幅，更加創下咗自1983年以來最大嘅單日跌幅紀錄。當日嘅波幅非常之大，由開市嘅5395蚊一度跌到最低4696蚊，跌幅接近700蚊，市場可以話一片恐慌。究竟係咩因素推動金價喺上半週升得咁犀利呢？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暗示3月份有機會減息，市場對減息嘅預期即刻由50%飆升到6%半，令到美元匯率走弱，為黃金提供咗最核心嘅上升動力。第二，美國公布嘅經濟數據唔理想，第四季 GDP 增長只有1.8%，低過預期。初次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亦都上升，加劇咗市場對經濟放緩嘅擔憂。加上地緣政治風險同埋全球一行持續買入黃金，呢啲因素夾埋一齊，同推動金價向上。但係點解星期五會出現咁大嘅逆轉呢？當金價創下歷史新高之後，大量早期買入嘅投機者選擇食糊，即係獲利了結，引發咗第一輪拋售。與此同時，美元指數喺星期五強勢反彈咗0.75%，係黃金構成直接壓力。另外，從技術分析角度睇，金價喺短短27日內升咗1/3，喺嚴重超買，本身就有好大嘅回調風險。呢幾個因素疊加，就觸發咗呢次史詩級嘅拋售。喺呢張圖表，我哋可以好清楚睇到黃金同美元嘅關係，兩者嘅負相關性喺今個禮拜表現得淋漓盡致。星期二美元跌，黃金就升；星期五美元升，黃金就另外。我哋睇埋全球最大嘅黃金 ETF QLD，價格走勢同黃金現貨係高度同步嘅，特別係喺星期五 DEL 嘅成交量激增到8000幾萬股，遠超過平時嘅水平。呢個情況顯示有大量嘅機構投資者喺當日集中拋售，加劇咗金價嘅跌勢。我哋再聚焦睇下美元指數，成個禮拜嚟講，美元指數嘅整體變化其實唔大，可以話係平收，但係局部嘅波動就對黃金產生咗決定性嘅影響。星期二嘅下跌為金價上升鋪路，而星期五嘅強勢反彈成為壓垮金價嘅最後一根稻草。呢個再次證明市場對聯儲局政策嘅預期，驅動美元同黃金短期走勢嘅核心因素。第一頁我哋深入睇下 GLD ETF 嘅數據，大家可以見到星期五嘅成交量圖出現咗一支非常突出嘅巨量，達到659萬股，係平日平均成交量嘅5倍以上。價格方面，單日就跌咗超過10%。呢啲數據都指向同一個結論，機構投資者喺星期五進行咗大規模嘅贖回同拋售，股強大嘅賣壓直接衝擊咗黃金現貨市場，引發咗價格嘅連鎖下跌。喺國際市場劇烈波動嘅同時，我哋留意到中國市場有一個特別嘅現象，由於內地 A 股市場調整，大量資金湧入黃金 ETF 避險，其中係華安黃金 ETF 喺1月29號單日就錄得12兆億人民幣嘅淨流入，創下咗2年嚟嘅新高。呢個情況顯示，雖然國際金價波動好大，但中國投資者對黃金嘅避險需求依然非常強勁，反映出佢哋對股市前景嘅擔憂同埋對黃金嘅信心。綜合以上分析，我哋對黃金嘅短期趨勢判斷係看跌。經過星期五嘅暴跌，市場嘅恐慌情緒仲未完全消散，技術圖表上亦都形成咗典型嘅烏雲蓋頂反轉信號。我哋預計市場需要時間去消化今次嘅波動。短期嚟講，我哋要密切留意幾個關鍵價位。一個支撐位係4700蚊，即係上個禮拜嘅低點。如果失守，下一個重要支撐區間就係4500到4600蚊。向上嘅阻力位就係50嘅整數關口。預計未來幾個禮拜，金價會喺4600到5100蚊之間進行寬幅震盪。雖然短期面臨回調壓力，但我哋對黃金嘅長期趨勢依然維持看漲嘅判斷。我哋認為今次回調只係對前期個快上漲嘅一次健康修正，並唔係牛市嘅終結。支撐金價長遠向上嘅幾個基因素並冇改變。第一，全球央行特別係聯儲局未來嘅減息週期；第二，
各國政府高企嘅債務水平，令法定貨幣貶值風險增加。第三，持續嘅地緣政治風險。最後，全球央行將黃金作為儲備資產嘅結構性需求，呢四大因素將會繼續金價提供穩固嘅長期支撐。事實上，我哋嘅長期觀點亦都得到咗各大國際投行嘅認同。大家可以見到，包括瑞銀、高盛、摩根士丹利在內嘅多家主要投行喺近期都紛紛上調咗佢哋對2026年黃金嘅目標價，其中石人睇得最牛，目標價去到6200蚊。呢啲預測顯示，雖然短期波動劇烈，機構投資者普遍對黃金嘅長遠前景保持樂觀。綜合嚟睇，我哋預計黃金嘅長期波動區間會喺4500到6500蚊之間，整體重心向上。基於以上分析，我哋建議投資者可以採取一個分階段嘅投資策略。短期嚟講，應該保持謹慎，以觀望為主，唔好急於撈底，要密切留意4600到4700蚊呢個支撐區間係咪守得住，耐心等待市場情緒穩定同技術指標收復嘅信號。長遠嚟講，我哋維持戰略性看漲嘅觀點。今次嘅回調其實為長期投資者提供咗一個潛在嘅入場機會，建議可以採取分批建倉嘅策略，去降低單次入場嘅風險。當然，投資亦都要留意相關風險，包括聯儲局政策可能出現嘅轉向、美元大幅反彈或者地緣政治局勢緩和等等。最後我哋總結一下，今個禮拜黃金市場嘅劇烈波動係一次典型嘅由投機狂熱到泡沫爆破嘅過程。短期內市場需要時間收復，趨勢係向下嘅，但係從長遠角度睇，驅動黃金牛市嘅核心宏觀因素依然穩固。我哋嘅核心觀點係，今次嘅回調只係一次修正，並唔係牛市嘅終結。所以我哋嘅投資策略係短期謹慎，長期樂觀。對於長期投資者嚟講，呢次嘅回調反而係一個潛在嘅入場機會。我嘅報告就到呢度，唔知大家有冇咩問題想提出嚟一齊討論下？多謝大家，如果冇問題嘅話，下次多謝大家嘅聆聽。